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酒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开始。大家下午好。乌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庭前池塘鸳鸯戏水，红纱翠盖碧莲台，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软风儿响，这好花吹，柔情蜜满人间。月圆晚好。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庭前池塘鸳鸯戏水，红纱翠盖碧莲台，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软风儿响，这好花吹，柔情蜜满人间。大哥，不好意思，你要煎多久哈？就用煎的，可以用炸的吗？还是蒸的也可以？我坐在你等，不然看你我咧。惊袂熟嘛，所以爱煎较久煎较的。久诶。哇，我看你咧，你都来不把我都不敢等去。 OK，one more time。 OK，
们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哎，一起棒棒。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是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我们 Happy Club 欢喜俱乐部的所有的这个团员们呢，大家票选出来的。是的，我们呢欢喜来唱歌，还有属于自己的俱乐部哦。如果要知道怎么加入 Happy Club 的朋友，等一下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那也谢谢你们的帮忙。因为呢，有关于中秋、有关于月亮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有了你们的帮助之后，省得我跟斌哥一直在那边争论要唱哪一首。对呀，你们两位不用争论了哈。今天我们要送大家很多好听又应节的歌曲，和大家一起过中秋。哎，一年容易有秋天。哎呦，唱起来喽！时间过得太快了，是一年一年的中秋节一下子就到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浓浓的秋意，但是我们有很多月饼吃，有很多美丽的灯饰看呀。最重要的是，我们给欢聚在这里，提早跟大家一起过中秋。是，今天已经来到8月份的第3天，8月初3。别忘了中秋节也是小弟我的生日哦。哎，什么意思？农历。 8月15是你的生日啊！对，哇，小弟我的生日。妈妈这么厉害，鬼牛姨姨哦，然后也把你在那一天蹦出来，这样。对啦，阿摩是9月22了。哦，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所以2天都是。一个是农历的，一个是阳历的。所以一般上我都是过2历。农历跟阳历，哦，2个历都过了。那我们在这边也要祝大哥中秋快乐，农历生日快乐，祝福大哥身体健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感恩。不过我跟大家声明一下，怎么了？我今年73啊，自从70岁以来呢，我就很少呢，就是过生日了。哦，所谓的过生日就是好像掐斗啊那个。哦，是。哦啦哈，庆祝。哎呀，我都是这个也不唱生日歌，不唱，也不过请客。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年纪你大肆铺张上面会知道。是，伊本来也是没注意，忽然间陈建斌在生日，什么时候要报道啊？哎，不好意思，大哥，那个要报道的不是上面的，是下面的。下面是你们2个，我是上面的。就要做好事，好事就会去楼上了。OK， 那么也祝大哥啦，年年有今日。OK， 也祝你快高长大，身体健康，乖乖啊！快高长大。那个是祝福我的啦。73嘞，不简单呢。当然，我们线上的朋友也可以的刷上生日快乐来送给我们的斌哥。同时，大哥就说不铺张了，你还叫大家生日快乐？没有关系啦，就讲 Happy Birthday 啦，谢谢大家。我们也要跟我们你是要搞到全球都知道。你自己讲的，你也生日搞了嘞，不用紧。我听说只要不要吹蜡烛，灭掉，你就不会灭掉。哦，是。线上的朋友跟你们打声招呼 ，Hello， 还有我们脸书 WeChat 的朋友，谢谢你们的观赏，继续把爱心刷上来，你们好。好。是的，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哈，然后呢，到我们的华文化中心的页面，帮我们分享出去，也让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场观看的朋友，可以一起同时间来观看我们直播。谢谢。是我们今天安排的歌曲都非常好听。第一位歌手上台呢，就是最年轻的一位歌手。叫白的对啊。有叫白。少年的谁来唱啊？是这首歌曲呢，是这个闽南语歌曲，取名叫做《素桂红》。欢迎我们的歌手，他的名字非常的好听，福建叫杜杜贵，华语叫杜恩惠。欢迎杜恩惠。欢迎，谢谢三位司仪。Hello， 大家上午好，带来这首《素桂红》送给大家，跟着一起唱哦。春天花正盛放，双人心头照叮当，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太阳。
秋天月笑西窗，双人相互有所望。我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多一项，敢也有别项，百文笑，目睭甘，水遁连枝珠珠啊。冬天风情难当，双人相互唔惊动。我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多一项，敢也有别项，百文笑，目睭甘，爱情热度珠珠啊。感谢苏桂红送给大家。 Q 啊，哈！这个年纪的喺讲福建话真少呢。唱这条福建歌是阮阿嬷年代的福建歌诶，素桂红哦，啊，有还是啊素，桂昂啊，是素桂红吗？还是四桂昂？红啊，素红桂红。啊，素桂红。伊年纪真轻啊，不如这大学毕业吼，出来这个社会做工。对啊。我问你做什么工？做卖那西罗马。恁老母才袂老去罗马。哦，不是，讲错，讲错加那西罗马。一起时刻啦，我是食客。帮演妈妈啊拍片啊，啊然后放到这个社交平台啊，做一些后台的一些你看看工作的。这两个查某囡仔，那一个碰皮啊碰皮安尼，哦，这个看了多可爱啊！你这个吼，哎呦，敢若哎呦，敢若骨头甲皮。不可爱啦。啊！伊是卖拉西罗马的，我出来就卖甘蔗水的，有啥物法度？我能去甘蔗白白等啊，没有办法。所以人不要比人呐，气死人呐！哇，这个年轻又可爱，要不要祝福一下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中秋佳节吃多多月饼，吃多多月饼。因为阿嬷有来哦。哦，你阿嬷有来哦？有啊。哦。可能就坐在你们的旁边，你们左边右边看一看。看卖一个，你鼻看卖，那是你旁边这一位有淡薄哥哥那下味就是伊的阿嬷了。哎，那里坐在哪里？阿嬷，我的外婆，很爱她的外婆，她的外婆也是每一个直播都会上线的，看她的对啊。那你们的那西罗马档在哪里？那去了吗？不用啦，因为很多人排队了，所以不用宣传啦。不是，我不是跟你宣传，哦，我是叫他们不要去吃，吃了之后就变这样了。哇，你反应很快哦！不要去，不要去，文庆那一带不要去，不要去。文庆那一带不要去。文庆巴萨，一人一行巴萨。那接下来呢，还是同样的有关于月亮的歌曲，对不对？是，对，一首特别的。对，带来这一首中秋佳节都会听的一首歌曲《荷塘月色》。这首歌很少人唱哦。来自凤凰传奇的歌曲，配合这个华族的旋律，再加上美丽的歌词，给大家呢一起来欣赏。听出耳油的一首歌，欢迎杜恩惠，送给大家《荷塘月色》。前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轻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中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在想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
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在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是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我像是鱼儿在你的荷塘，是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我像是鱼儿在你的荷塘，是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等你宛在水中央。掌声鼓励。谢谢荷塘月色送给大家，谢谢嘟嘟贵。感谢。谢谢嘟嘟贵，我们3个人啊站在一起，这个舞台很 Q 的嘞。是呀，你很像阿公，我很像妈咪，他很像孙这样的，那3个高度都一样。就是 confirm 是同一个 family。作为一家人的，这太厉害！一个姓陈，一个姓李，一个姓杜。这是异父异母的。公我们这个可爱是，接下来哦，这个人呢，他唱歌啊，哇，一定是满场嗨翻天。哇！而且呢，单听呢他歌曲的歌名就知道了，对不对？是非常强劲的一首歌曲。月亮惹的祸。来，由我们的主持群呢派出第一位。对，那他的名叫浩浩，为什么叫浩浩？你懂吗？因为什么嘞？他是有典故的哦呀，因为他出世的时候一条号啊。哦，出事的时候一条号啊，安哥谁出事的时候不是号的嘞？无啊，我是球的呀，我唔是号的，伊老母就叫伊浩浩。浩是艺名啦，本来也名叫陈世文呐。哦呀，陈世文。陈世文听起来就文质彬彬啊。是，哦啊，为什么叫浩浩？还有第二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养狗。啊，浩。哇，他的狗哇，你模仿得很好嘞。狗。 12生肖属狗的哦。对，来带来这首《月亮惹的祸》。欢迎我们的百变天王，好，好来了。谢谢。让我们来听一下全场掌声尖叫声在哪里？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像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种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震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连
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该怎么形容钢铁也成绕指柔？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承诺？来听一下，楼上有没有掌声尖叫声？哇，前面的朋友，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该怎么形容钢铁也成绕指柔？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形容钢铁也成绕指柔。来听一下，全场的掌声鼓励在哪里？全场的掌声欢呼声！双手借给我，嘿！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也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你也带着恨吧。青春好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与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纠结有法。今后不管他爱不爱谁，快乐吗？都随他。推上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好吗？耶！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更大声一点！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谢谢！哇，你们好热情哦！天哪，我刚刚我在想，惨了！我等一下出来哦，那个大家的热情不知道会不会感染到全场这样子。竟然我一叫了，掌声尖叫声，大家这么样的多呢！再来一次掌声尖叫声！哈，谁说演唱会只有年轻人才会看？对不对？
对啦，我们稍微有，我们年长者看演唱会也是会尖叫的，对不对 ？OK 哈，嘴巴一张开，金钱就会滚进来，哎，对不对？嘴巴一开口会横财就手啊，觉得同不同意？同意请用掌声表示，谢谢。你看，而且我们今天拍手又拍了这么多，对不对？人家说右手是正财，左手是偏财，拍手的朋友都会大发财，好运来。这个更同意，对不对？对，那大家拢知影啦，大家拢相像啦，吼，见雷啊呢，爱发财啊，较紧呢，这样快一点。好，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是闽南语歌曲，不知道今天听闽南语歌曲的人多不多？福建歌，所以听福建歌的朋友有偌侪人？哇，欢迎哈！那我们前面的不用客气呢，第一排的朋友，啊，刚刚看第一排的朋友比较不好意思。好像比较不好意思拍手，还是坐的比较正一点哈，因为通常第一排都是部长啊、议员在坐的，但是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坐第一排都八字都很重，够重啊，所以可以坐在保定位啊呢哈，唔免拍手 ，OK， 所以算落来我要唱这首福建歌曲。妈妈讲吼，出来唱福建歌吼，闽南语的歌曲吼，啊，爱讲好话，哈，讲啊大家吼，若是听了。好的闽南语歌曲，他都点讲教哈，点讲我出来用好的，所以叫好，对不对？那是好，我是讲好，看到我就是身体好，健康好，财运好，买4D 手气都很好，同意吗？同意哈，好，所以说落来，我来介绍这首闽南语的歌曲。这首歌呢，伊的歌名叫做《痴情月娘岛》，痴情月娘岛。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有空的朋友，大家都有带手机吗？这首歌我们把这个月亮摘在我们的手上，可以吗？把你的手机灯打开，一个灯代表一个祝福，一个灯代表一个健康，一个灯代表今年中头奖中1次，好吧？来。让我们下午的时光也看到很美丽的感受。哇，后面的朋友全开了。哇，转头看一下，美哦！来。日出日落。千年经过，迷迷瞪瞪有半月，美丽情景亲像画，风顶的人生真凄美，真心付出袂当收回。千言万语藏心底，世间的冷暖变这多，牺牲的像蛇甘是假。好漂亮哦！孤孤单单看无伴，思思念念夜空。向天看，望月流，阮的流，咱的缘报，相信目屎一直流。望月流，阮的流，无人通我苦，痴情月娘岛。谢谢楼上的朋友，谢谢中间的朋友，谢谢全场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开灯没有关系，你的手也是可以借我的哈。来，日出日落，千年经过，迷迷瞪瞪。
稀释的酒怎甘是假？孤孤单单，空无伴，思思念念也通向天看。望月娘，弯月娘，咱的缘分保，相信目屎一直流。望月娘，弯月娘，无人通我苦，是情月娘刀。望月娘，弯月娘，咱的缘分保，相信目屎一直流。望月娘，弯月娘，无人通我苦，是情月娘刀。七情鬼牛豆送给我们今天现场每一位的朋友，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曲，谢谢。哇，会好看嘛！七情鬼牛斗，诗情月娘岛，是大自然是很奇妙的，是的，它很自然的把一些东西就定位成母的，有一些定位成公的。哦，刚才鬼牛、鬼牛、月亮叫鬼牛，也就是母的。母的啊，太阳呢？太阳哦，就是公的。太阳公公嘛。哦，公公哦，所以就是男的哈。河流，河流，河流是母的还是公的？河流，我还真不知道哎。母的啦。为什么是母哎？看诗歌朗诵，黄河啊，我的母亲河啊。哎呀，母亲哦，所以它是母哎。啊，海就是公的。哎，为什么？哎，我们坐船到公海去。公，所以叫公的。那请问一下大哥，那刚刚星星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呀？星星是有公有母。啊，为什么呢？参了。参啊。哦，所以他是看要关在哪一个笼子里面啊，是才知道说哪个动物园那个星星是公的还是母的呀？星星。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下一位歌手，他在我们舞台上啊，他的声音很特别。是，可以说是有天籁之音。哇哦呀，所以他跟费玉清相比，有时候还会赢过费玉清。哎呀，这句话真的只有你可以说而已啊，是别人是不敢说的。我有这个资格去对做评定。是的哦，我说他赢他就赢。你说他对，今天不一定赢啊，他有可能会输。但是登上我们的华族文化中心、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舞台，每一位都是佼佼者哈。当然。今天他带来了歌曲《秋的怀念》，掌声欢迎谢胜之。徘徊，静静地徘徊，红叶为它涂胭脂，白云为它抹粉黛，秋静静地徘徊。静静地徘徊，红叶为它遮烦恼，白云为它抹粉黛，秋静静地徘徊，它永远怀念。永远
怀念，怀念着代代慈祥的草原。他永远怀念，永远怀念，怀念着年年可怜的春天。秋静静地徘徊，静静地徘徊，红叶为他遮烦恼，白云为他掩悲哀。秋静静地徘徊。他永远怀念，永远怀念，怀念着代代慈祥的草原。他永远怀念，永远怀念，怀念着年年可怜的春天。徘徊，静静地徘徊，红叶为他遮烦恼，白云为他掩悲哀。秋静静地徘徊，秋徘徊，秋静静地徘徊。好不好听？是不是很棒？是不是唱得比我好？哎呦！啊，谢谢长辈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是谢胜之当年应该20多年前，也是我邀请他出来唱歌的。哎，对对，是因为刚才我们好像是参加一场那个歌唱比赛，那首叫什么《欢乐巅峰》啊？对对对对啊，那次很侥幸，他是模仿费玉清，对对，很侥幸啊，很侥幸，很侥幸。他的声音可以说是在我们歌台很少有这样的声音。就是男生唱得很柔啊，软绵绵的那种，如球如嫩啊。不要这样讲，因为我的声音还有待改进，是非常温柔的。因为那个不跟费金比，已经没有男性的那种细胞，完全充满了女性荷尔蒙的声音，这真的很，所以你才可以唱这种小调歌曲啊，小调是吧？好像费玉清的交道这些对，那个真是黄梅调了，交道不纯黄梅调 ，OK， 它是不是真正的黄梅调，这个我有研究是，谢谢指点，谢谢指教，它是发霉调谢胜之，他是我们歌台上最斯文的一个男生，穿着保守，这个讲话也是滴滴答答这样，要讲不讲这样，很内向这样，这个所以应该我怀疑他应该还是 virgin 没有，早就失去了。有直播你，哎呦，对呀，今天有直播，怎么不要乱讲？
哎呀，sorry，你不早一点跟我讲，我跟你讲知道如果有直播，我不要乱讲话，对对保持我的形象。哎呀，不要给大家知道了，不要乱讲话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真是。我会跟哎呀你讲好话。哦，对，我说好就是好。 OK，好，你讲什么我就听什么我。说你是 ver，你就是 ver。哦 OK， 好，不要乱讲哈，不要驳我的话。 ，OK，好。我已经跟你捧到天高，你自己想落来，对不对？哎呀，这艺人就要听主持人嘛。哎，我就是因为我确实不是那么的好嘛，是真的吗我知道，但是哎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呀，受欢迎的都是很假的，懂吗？都是假的，真的都不受欢迎。哦，没有，懂吗？会讲假话的人，哇，很受欢迎啊！所以这个社会是这样啊，你要随波逐流，懂吗？好，我这样的话，我唱出来歌就不行了啦。是，所以你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就是外表很好，不过里面是烂的。哦，哎，对，这个倒是真的，好，是真的。呀，你知道就好，不要跟人家讲是，我们有直播嘞。艺人都是这样。对，最美丽的给人家看，好不好？呀，来，刚刚那首叫什么？秋的怀念。秋的怀念唱得很好，对不对？下面这首更好。哎，老师，这首是不是啊？加一个啊 ？OK，这一首更好，是吗？没有人可以跟他 fight 的。真的吗？他是新加坡唱歌和男生来讲，他是最美的声音，美哪里呢？声音很美，就是没有瑕疵，100%。哇，讲到我这么无瑕疵哎，你这样给我压力了，真的，鸡蛋里面挑不到骨头的。哇塞，就是这种声音。等一下我唱的不好的话，等一下他们丢东西丢鸡蛋上来。不会啊，他们都有钱的，他都丢 Rolex 上来的。啊，你不要看衰人家什么丢鸡蛋，拢种丢 Rolex 起来。哎，你这样讲这些话令我很压力的，真的哦。哦，我尽量好把而且老歌唱得好啊，好好的唱 ，OK， 是斯文不是大方，斯文大方。就是这种歌手，好，来易良人。好的，可以，谢谢建斌大哥，谢谢。春风吹着桃花朵红，池边的溪流吹水中，一步向窗前抬头望，金色的凄凉一无中，我的良人在长征的途上，我的良人是开路的先锋，愿春风传颂我的情意，愿春风煮汤永乐无穷。春风吹着桃花朵红，池边的溪流吹水中，一步向窗前抬头望，银色的凄凉一
长征的途上，我的良人是开路的先锋。愿春风传颂我的情意，愿春风祝他永乐无穷。谢谢谢胜之的《忆良人》。谢谢大家，谢谢。好，OK， 拜拜。哎，好，再见。哎，大家好，我是小希咯。我的老爸是老希咯。我跟我的老爸吼相依为命啊。老母咚咚锵了哈。所以我很爱我的爸爸，我爸爸也很爱我。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佣人，就3个人呢，每天就相处在一起。我的老爸啊，哎呀，各一出门啊，也不爱出门，叫他去玩一玩，他也不要玩。终于把他送出门了。他去哪里？他跟我们那些安哥安弟呀、社区带团呐，一起去日本玩呐。所以呢，今天呐，这几天我就乐得清闲了。我要叫我的拉迪赛来煮一些东西给我吃，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啦。拉迪赛，哎呦爸，阿公出国了，在你煮东西给我吃了。东西我煮在厨房 already。老弟说要 go downstairs 买东西，你的东西在后面厨房 cooking already。拉迪赛 Sir, my name Latisha。好啦，Sir 啦。Latisha。你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呀？Sir， 这个是我去楼下买东西，等一下去 Market 巴莎买东西的钱包。钱包？上个月我老爸还在的时候，你就拿那个很大的背，说呢他给你很多钱，你要去巴萨买菜啊。今天他出国了，你就换成小的啊？你是什么意思啊？偏心啊？你要叫我去巴萨买东西 ，But you never give me many money。Latisha 就拿一个小的钱包，代表什么呢？代表 you very stingy， 你真正俭下。Never give Latisha money, Latisha purse so small。我俭下，你岂有此理耶！对，现在就用 bag 来代表钱多跟钱少，是不是啊？哎呀 ，small 啦 ，Sure。Latisha handphone ringing。handphone ringing。Hello。莫西。莫西。Hello。Who are you？莫西。Who are you？你电话已经接了，不用来了。Hello，Latisha here。Who are you？私は東京一色郎ですよ。东京一色郎，那是哪里呀？Hello，这里是 Japan 的Haneda 机场。哪里的？我们这里是日本 Haneda 羽田机场，不是哪里大成田机场。你们这里是不是老 Hero 的家呢？是。Sir Latisha, this is Lao Hero house, but Sir go overseas。对啊，我刚刚送他去搭飞机的啦，他会到那个什么，那里大机场啊，那就对了哟，他就是在哪里大机场被我们抓起来的。Lao Hero 被抓起来了。Sir， 你说阿公去日本做什么？那个飞机飞到这个哪里大，那边大，哪里大？到底哪里大？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大嘞。莫西。嗨，你们还在吗？在，嗨。我跟你们说，老 Hero 他在海关过不去，他的行李里面我们查到他带了5 kg 的榴莲。榴莲啊！你的阿公啊，我的老辈啊，叫他不要乱带东西，他还给我带什么榴莲去日本？干嘛？可是
电话里面的人说他是日本机场嘞，又榴莲又机场的怎样？ ，I don't know。哎，喂，hello，哎莫西莫西，哎，莫西，哎，请问一下哦，那该怎么办哈？啊，莫西，我甲你打，我人啊无输噶，代志啊变个大条啊，啊，你人爱行雷互我人就甲你解决代志啊。哦，一行绿后一，他就帮我们解决事情，哇，好有意思啊！不要被他骗，会不会骗我啊 ？Hello， 我有看那个欢喜来唱歌哦，他有教过我们啊，给什么银行啊、户口啊、讯息啊或转账啊，我们就要提高警觉哈。对，那个矮矮的主持人呢，李培芬呢，有跟我们说，凡是啊这种事情要钱的，讲说要什么还这什么罚款啊，要户口的啊，我们要格外小心的。对。Hello， 莫西。嗨，莫西，嗨。啊，我讲日本话你们听不懂，我讲福建你们也听不懂啊。我跟你们讲，你们如果要电工啊，你们这个老 hero 啊，我会把他的卡个手给剁的啊，皮啊给背的啊，把他的头啊砍下来啊，让他回不了家啊。不，你不要冲动啊！你们不相信我，好，我现在把我的电话。给在新加坡的一个警长啊，他是警察，让他来跟你们讲。就多马的。哎 ，boss， 看 boss，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什么奇怪？这怪怪嘞，阿诺呢又讲德州又讲福建，好看。我也觉得嘞，我也觉得他怪怪的，但是就讲不出是哪里怪嘞。奇怪嘞 ，boss， 我问你，他说他是哪里的？他说他日本机场。是喽，他是日本机场，又跟我们讲方言，不是应该讲他希望恐怕哇努呢？是哦。Hello， 你换声音了。Hello。啊，我是 Inspector 偏利瑞，我跟他曾志伟。我名叫偏利瑞。哦，然后 hero 在我们的手上，你们赶快把钱骗好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啊给老 hero 回去，要不然我们已经开始准备要剁他的卡了。sorry， 哎，马长不是警长，拍谁？我们要怎么知道？你不是骗我们的，你不是诈骗吗？你有证据吗？有，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哎呦喂 ，police 的 logo 嘞，但是有点怪怪哦。哎，挂电话了咯，好彩呀！那个欢喜来唱歌，有跟新加坡的警察部队有合作，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呐。是哦，这个一看就假的。你看警察拍证件照，哪里有看他的 master， 对不对？是咯，腿公公啊，兔兔是啊。咯，警察都很深的，这个都这样老了还阿做特啊。有遇到这样况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哦，你们要注意，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哦。是，首先政府官员呢不会通过电话叫你转钱给他们哦。对咯，他们也不会要求我们透露自己的银行信息，比如说银行的登录的号码啦、账号啦是什么，一次性的密码等。当然也不会像我们刚才演的这样哦，把电话再交给警方，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不要被骗了。是的。哎，算了，我演不下去了。哎呀，一看就知道陈建斌的。哎呀，我觉得我要站在正义的一方了，大家要提高警觉性啊！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坠入这个骗局。这非常的重要。最近啊，这些骗子又变本加厉，拜登更多，要受害者什么嘞？把这个钱拿到呢公共场所啊，把钱啦或者支票啦、贵重的物品呢交给假的警察呀，以协助调查。他就是要骗你，要吓你，而且他会讲不要跟你的家人讲，不然我就帮不了你呀。现在猖狂到他叫你拿现金去公共场合啊，所以大家要很小心哦。太猖狂了，真的啊，真要求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切记。
记，警方绝对不会派人到公共场所跟你领取现金或者是其他的贵重的物品啊，也不会要求你呢把现金跟贵重物品随意放在任何的地点。所以刚才通过这个搞笑剧哦，是让大家比较容易记在脑里啊。把这个信息呢融在剧中，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哦。要记得哦，如果呢不确定呢是不是一个呢骗局，请你们拨打呢全天24小时的 Scam Show 援助热线，这个号码只有4个号码，记住了是1799。好了，他会响的哦，1799，24小时可以讲华语，可以讲 Hokkien， 可以讲马来话，可以讲英文，所以你不确定的时候不用紧 ，OK， 打这个他会跟你讲 ，OK， 这个是不是会不会是一个骗局？为了 confirm 他们记得，请他们念一遍，好不好？好，来，可不可以告诉我 Scam Show 的热线是？是的，对啊，全天在线，24小时哦，希望大家能够记起来哦。好的，节目的继续，我们要欢迎到的下一位的歌手为大家唱歌喽。是的，今天呢要派出嫦娥吗？这位又够高又够长哦。对啊，派出个美女叫岳千灵带来的歌曲《但愿人长久》，欢迎岳千灵。谢谢。我们下午好，朋友们 ，Hello， 谢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下午每一位来到现场的嘉宾朋友们，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岳千灵。第一首歌曲是这首但愿人长久。我也看到我们在场的嘉宾朋友们呢，都是随口的跟着我一起来唱，谢谢大家。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相信您大家也不会陌生的一首歌，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个大合唱好吗？送给大家这一首城里的月光，祝大家中秋佳节人团圆，人圆月圆，阖家平安，吉祥安康。来，一起来演唱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谢谢。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化，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谢谢，人美歌甜，非你莫属。谢浩哥，真的，那个千玲啊，又是这个选美小姐。对，你看啊，她走出来，她的身形，她的举手投足，然后呢，她的站姿都是非常的美丽的，跟她今天唱的歌一样哦。所以，这个时候选美的时候得到什么样的头衔？我得到的头衔是？难道是我吗？其实我选过2次，哦，是。对，然后就第1次是拿冠军，拿冠军。第二次就拿了一个头衔是最有魅力小姐，全场最有魅力耶，最有魅力小姐，对，哦，所以平常讲话都是这样哦。差不多，是哦，对，应该是。这样讲话，但如果你这样讲话，跟人家吵架会赢吗？看情况不大一定哎，不大看什么一定情况？对呀、好像我们台湾哦，有个朋友，我的朋友也是以前的同学，跟你讲话也是一样这样邻居。然后呢，有一天呢，我们隔壁哦，哎呦，火烧房子，他很紧张，打电话，喂，我隔壁房子烧起来了。那消防局啊？怎么？在哪里？在哪里？在这里，我的隔壁。你的隔壁在哪里？地址是几号？台北市。台北市哪里？哪里？大同区。还有哪里？哪里？迪化街几号？几号？339号。你赶快来哟！后来消防局来了，规间烧了了啊！哦，讲了这慢了安尼。哦，所以你讲话也会这么慢吗？我觉得如果是突发情况，我应该会加快速度。突发情对况哈，加快速度。好，对加油哦！有时候我们男也可以主持哦，如果遇到这样的美丽的，然后讲话就这样嗲嗲的，这样撒娇哦，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访问下去的，自己都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哦，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下一位歌手。行，可以这位歌。手是我们主持群最美丽的一位，对，是我们的双语天后李佩芬。今天她还好，她没有去参加选美。如果她参加选美的话，你就不是冠军了。我也有这么的感觉。但是她是参加儿童组的，不一样。好，今天她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叫做《闽江夜曲》，欢迎李佩芬，来，我牵你进去。慢慢谢谢浩哥。谢谢嫦娥，嫦娥唱完还有我没有嫦娥这么长，但是我还是可以做每天跟你们见面的灾娥，这样可以吗？夜里梦，五月朦胧，渔火里落英江中，船家女轻唱着船歌，随着晚风驻足送。
船家女轻唱着船歌，随着晚风处处送。我相信这首歌曲你们一定非常的熟悉，可以借我你们的双手，我们一起打打拍子 ，Come on！ 等一下我一句，你们一句哦，欢喜来唱歌，一起来唱歌。船家女轻唱着船歌，随着晚风处处送。岷江夜到底，哇，歌唱家，红男绿女互诉情衷，1、2、3、4，心相依。到你们，多一句哦，对对爱侣。一起吧，观众朋友。夜里模糊月朦胧，渔火零落映江中，船家女轻唱着船歌，你唱水。出送。左边的朋友，随着晚风，中间一定要最大声，最多人，随着晚风，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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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哇，不愧是我们现场有好多我们尊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很多的前辈好朋友们，大家呢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闽江夜曲》啊，谢谢。刚刚有嫦娥，现在有斋娥，也是别拜吗？都是鹅吗？不要这样计较。那在这里呢，佩芬也要祝福大家呢，在来临的这个中秋佳节当中呢，也是团团圆圆、幸福美满啊！大家呢，过着开开心心、欢欢乐乐的日子。谢谢你们，我知道呢，有好多朋友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欢喜来唱歌，有很多朋友呢，都是从我们第1集就开始呢支持我们到现在，对不对？你们在哪里？这一班朋友，我现在出去外面哦，他们也都会跟我说，哎，佩芬，我有看你们的欢喜来唱歌，哇，我不会列 ticket 哈，我有来看，谢谢你们，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们大家，记得陆续的之后的这个节目啊，你们也可以利用你们的文化通行证，100块的那个政府给的100块来看我们的节目，这样子呢就等于政府请客啦。那接着下来呢，我们来欢迎我的这个好搭档哦，借由你们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超级偶像陈建斌来跟我合唱一曲。哇 ，very 艳到啊！像不像缩水的周润发？上一个节目你讲像那个谁啊？啊，缩什么水。聪？什么郑少秋？郑少秋啊，郑少秋我还可以觉得还可以接受，现在变周润发。嗯，周润发每一场要换一个。周润发看到你，该休想唔知会好不？OK 了，好，我出来就是跟你合唱。谢谢大哥给的面子。呀，哪里？我给你面子。你有流汗没？我要给你面子。面子 ，face。来，月下对口。一个情歌对唱吗？这首。是的。天上的明月光呀，照在那窗儿外，为什么窗不开？
我在窗外独徘徊，我对着窗儿问呀，莫非呀人已睡？要不是为了他已睡，为什么窗不开？为什么窗不开？窗里人也没有谁，守在那窗外静等待，明白不明白？唱得好啊！天上的明月光呀，照在那窗儿外，你不要费一猜，窗里人也没有睡，我不是睡不完呀，只因为你要来。真的吗？守在那窗外静等待，所以不能乱开。哎呦，啊，你不要啊费一猜，窗里人我没有睡，守在那窗外静等待，啊，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既然没有睡觉，为什么不开窗呢？你是怕蚊子飞进来吗？怕男人走进来。你生来好风采呀，像仙女下凡来。人娇美，歌清脆，仿佛风声传花外。我听了你唱歌呀，心花儿朵朵开。只希望和你长相偎，永远不分开。你唱歌，我跟随，一天听个几百回。只希望和你长相偎，永远不分开。我是个农家女呀，缺少那好风采。你赞美啊，我才愧，乌鸦难与凤凰配。我只好像春来呀，永远嘛不离开。四季种花儿自己爱，等着那花儿开。等花开啊，把花采。大哥，啊，这边哦，咚咚咚，你要那个屁股要摇摇摇，干嘛要摇？这样有感情一点。等花开，嘿，把把花花摘，我应该是去前面摘嘛。没有，你听那个音乐啊，等花开，把花采。哎，你看很啱的，哦，你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你的心脏就好了。这么你都滴漏的，哪里有屁股？你哎，你讲话不要这样嘞，什么叫跌落的？你这个这种有身材叫德罗古老什么来，you 的 know， ？I don't know。直落鼓楼，还是那种古代的楼啊？你丢不晓，15的月亮人家的是圆的，我的是14的，还没有 full moon，一点点而已。哦，你一定要摇，哎，要，可以来一起摇来。给我们掌声啊！嗯等花开了，把花花摘，没准跳你，没标跳你。来，等花开，这边把花采。够吗？好标啊！自己采花，自己带，只能够常在乡村来，爱永远不离开，永远不离开。欢欢喜喜又一天。Let's 弟哈，我们是忘年之交啊。
甲你去少年的唱歌的，互你气死。八华斋变做八华。哦，安尼你要时常运动，要给他能 Q 一点。OK， 好，我来考考你啊，你要考我？看看你有没有墨水。OK， 好吧，既然我们是庆中秋，咱就来考一个这个中秋的诗词。诗词，你怎么看得起我啊？OK， 咱来福建的好不好？好，来，月到中秋分外明，下联。哎，我知道，他是考我哎。我知道，因为大哥是讲的是福建的嘛。对。我是台湾囡仔嘛，对不对？福建我上高啊。台湾来。可以再讲一摆。月到中秋分外明。哎呀，这个简单啦，我的耳康大水平。哎，有连呢？有啊，有连嘛，有连拍谱听看麦。押韵。OK， 谢谢。诗词哦，最主要要有押韵，就月到中秋分外明，分寡明。伊的耳康大水平。OK， 算你过关。有啦，好。哦，第二句哦。哦，这个难呢，这个下一句了。S 句来。来 ，next。寒夜客来茶冻酒。又来。这个我会使了，我会晓。你会晓？哦，这句我更较敖。你还甲我对到有水准的。哈，对到有水准，佮有押韵。来，我讲一摆。寒夜客来茶冻酒。哎哈，李佩芬穿衫袂记溜。哎。你袂记溜，溜到暗棍这道来啊，袂记溜。你那拉链袂去拖嘞，袂记溜。好啦，差不多哎。我让来考观众了，好。哦。考一下观众。观众可以。但是要有礼物。好。有礼物嘛？哦，有。你莫去拿过期的月饼出来哦。OK。我来送这一本。哇，列入诶。啊，这个是我们新加坡的歌台书籍。这个无价之宝。是。我们来考这个李白的古诗。哦。我们讲一句，你对一句。好。好，来。好，来。先选一个，谁要对？很简单的。有谁要对？我们先选一个。先选一个华语。讲华语的，讲华语的。华语的是最容易的。有没有？你敢，我就送你。1、2、3，举手。有没有？没有人敢举手。没有华人啊，这里。有没有？有没有？举手。举手了。敢来。很容易的啦。等一下，大姐说你们先问，我们才回嘛。哇，大姐个金跳。好哦。等一下，这边这个大姐先举手了。好，举手。来，先给她掌声鼓励一下。你一定会的。来，大姐你站起来。勇气可嘉。好，可以站吗？可以哈。好，站着可以哈。好，来你勾着我好了。勾错边。手牵手啊，勾着。搀扶一下，搀扶。这首歌卡吧。好，我们第一句，你接第二句哈。好，来。床前明月光。下一句。疑是地上霜。疑是地上霜，答对了，掌声。举头望明月。低头不失声。一样了。低头会失声，思故乡，很好，掌声鼓励。思故乡，谢谢阿姨。OK。好，这一本书籍有我们100多位的这个歌星的哈。来，收藏。一样的诗句，咱用福建的。咱就找一个福建人，好不好？福建人。有福建人无？福建人。爱用福建来回答。来，这位姐姐。这位姐姐。第3排。来，我来找你。哇，他举手举得很快哦。好。来，福建的，姐姐可以来。好，咱头一句“床前明月光”来。第二句，搁一摆，来，我讲一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掌声。仰头望明月。低头。什么低头啊？按照低头。低头是欠阿龙才会挂起去的哦。低头。低头。低头是低头，不是讲甲死龟头啊。书
是故乡。哎，搞搞正准掌声鼓励鼓励。福建话真准真准。金柱應該是油梨花哦。哦，OK，有冇廣東人？有第三個，廣東話第三個嘅姐姐，有冇有？有頭錢，是咪頭前？咩是頭先啊？前邊有冇？舉手。呢個啦，第二排这位，好，来来第二来，排啊。这位姐姐，先好，那我们老板第一句要站起来一下哈。哦，床前明月光。第二句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哇，很準。好啦，哇，老師說謝 pass。謝。 OK，謝謝客家言。哇，客家很難呢，有冇客家言？做唔做地啊？客家朋友，后面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地招的，家己啦。啊，OK，等。 Hello，这位小姐，来 security，来，好，那个，不好意思，刚外面医生在叫你吃药。這個是我們認識的啦，我們的姐姐哈，姐姐 OK 嗎？朝中。有機會使冇？啊，哦，你要打冇？有招號嗎？哦，你今日打袂出袂，不要緊。裝啊！曾在明月光。伊是地上霜。哦，是哦。呀，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哇，嗰一隻低頭了。哦，低頭是什麼頭啊？今日有2隻低頭啊！好啦，勝利謝鬼，謝。勝利鬼。哎，客家你有冇做地啊？客家言。啊，就你啦，你示範一個給我們聽。冇嘅咯。有，我們還有沒有客家人來？客家的有沒有？有沒有？樓上的、旁邊的。有冇客家言？線上的馬來西亞的，那就你吧，哥哥，給我們說一下吧。來，有哪一位有嗎？回答的。有沒有客家人？啊，沒有。有客家人，可是可能沒有什麼不好意把握。思嗎？照着念嘛，這也不難的啊。有沒有？後面客家人舉手，客家人舉手。後面有沒有？哎，有哎。有嘞。哇哦，哇，還真的，還12樓啊，還這麼剛好最後一排呢。加油，浩浩！我們剪刀石頭布，看你要上來，你下來還是我上去？浩，肩少在運動，浩浩，這是他一輩子爬過最長的樓梯了。不好意思，因為我們主持群是我腳最長。好，沒有問題。好，來，有沒有哪一位？好，來，姐姐。好，大哥好，請站起來哈，來，站起來。客家人，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地上霜。你講華語啊？我從地下17樓上到101，你給我講華語。沒有，他要思考，他要講華語了之後，他要思考。客家話，客家。疑是地上霜。哎，對了。哎，掌聲。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啊，對了。你們好有才華哦！謝謝大哥，來恭喜，謝謝，送給你。哎，客家的難講嘞，你可以難講，你可以再講一次嗎？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你係天上霜。我，你係天上霜。低頭望明月，低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低頭思故鄉。嗯，謝謝老師，做得。哎，接着下來還有歌手。你們兩個準不準啊？他準啊，大哥，你客家老師。確定？為什麼聽到你客家話也有很多種。對，為什麼你在地上爽啊？什麼是地上爽？你不要亂講，我沒有講哈。地上霜。講清楚。OK。哎，還有誰？好的，接下來看爽不爽 ？Skip。OK， 沒有了，好。好，OK，那我們就唱歌。下一位了，下一位了。唱歌了。後台還有誰了？還沒有唱。啊？我有領白袂唱。歹勢。哎呀，冇氣，那個心腸冇咩力啊！
摩 k 啊 摩 k 拍摄啦。你唔好去，你去吼，我叫伊地上上啊。给你带来一首西北南唱的歌曲。哇，去到西北唱，不可以去东北吗？呀，还是东南呢？还是？叫做《月琴》。哇，非常非常好听高难度的一首歌。歌曲。来现场欢迎给我们大哥热烈的掌声加尖叫声。再唱一段思乡情。唱一段思乡情，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支老乐器，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情谊犹在，读不见恒春的传奇。落山风，下海洋，赶上会消失，接续你师傅，再唱一段唐山谣，再唱一段思乡情。唱一段思乡情，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支老乐器，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情谊犹在，读不见恒春的传奇。落山风，下海洋，赶上会消失，接续你师傅，再唱一段唐山谣，再唱一段思乡情，再唱一段思乡情。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我通了心脏之后，声音会有更亮一点了。1年了，很快。去年的10月26号，是吧？差不多要1年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很快。我有没有老了一点？
啊？还年轻啊，还行啊。大哥还年轻，不用担心。你今年才37而已嘛，对不对？对。刚收到我们的这个，刚刚主办单位说有来宾说，哎，很少听到3位一起演唱的，要不1位，要不2位。所以说3位是否可以一起来演唱一首歌？很难找歌是3个人，3个人唱的，各唱不同的部分，是吧？是。有收到信息啦，就是说刚好他们要不要可以唱那个小调黄梅调歌曲啊？说叫做戏凤。大家歌曲是没有问题了，可是戏凤是黄梅调哦，是没有服装嘞。没有服装哦。这么刚好，我刚好有带的。有点给薄了你。你就说没有就不用唱了嘛，这个黄袍不是随便人可以穿的，只有你才能穿。皇上，您穿龙袍嘛啊？我不是做大牛吗？没有，您是皇上，您皇上呀，哎呀，这个大牛的事情啊，由小耗子来就好了啊。还有腰带啊？要啊，您的龙带呢？哎呀，皇上，您的龙腰可真小啊！您看多好看啊！是没有李凤姐啊？哎呀，皇上啊，我刚刚又给你准备好李凤姐了呀，凤姐呀！哎呦，这条小油条是谁啊？后面看好像一条油条，是从圣淘沙的水族馆带出来的。当然是我啦！哎呀，这个凤姐可美了呀！凤姐，你这样是怎样？你有棒塞爪？Tissue paper。Tissue paper 哈。是啊。好啦，那就呈现这首歌曲《戏凤》，请各位客官们掌声鼓励呀！戏讲啊，唔知到这无戏讲，人潇洒，细影温存。若有意，思无期。不知他家何处，不知他何姓名，倒叫我坐立难安，殊为不宁。姓朱名德正，家住北京城，20岁还没有定过亲。您20岁啊，您来做什么啊？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的门。哎呀，我哥哥今天不在家，所以不卖酒。卖酒的风情好，你比酒更迷人。我们卖酒做营生，不懂爱也不懂情。为什么坐立难安，睡不宁？你说爱又谈情，你存的是什么心？再要不安分，我送你进衙门。大牛，为什么你穿日本装？你是哪里来的？哎呀，去后面洗厕所。说什么好人心啊，原来是神经病啊！人家的手把给你涂得满天星。满天星甲连成，皇帝提的是皇后求的封。你家戏当成真，欺君罪
京城，京城我和你怎么样？双双对对配龙凤，神功上远渡。我来渡，我来渡，叫嘛叫，渡叫不落去。春花。掌声鼓励这个。我一见你就讨厌，我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麻烦也带我一起走。哎呦，别以为美容真上好欺人。哎呀牛，我们被笼着，手艺是最严密。我的爱信手一轮，不敢留客人，还是哥哥回来再上门。再上门。谢谢了。OK， 我们的节目推上另外一个高潮。是的，这个艺人呢，是他很久已经没有做艺人。哇！在我们的海报一出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是，他过去是曾经电视台的一名歌手，兼演员，对今天他的家人也在我们的现场。是。今天再来他要为大家带来一连串的精彩组曲，要来送给大家。掌声欢迎曹建平。谢谢。Hello， 大家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Yes。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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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仿佛又出现，想要重温亲爱的情人。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温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再见。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辨，只身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到我身边。接下来的你们也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吧，来，大家一起鼓掌来，运动一下，运动一下。若是你在我身边，月儿它会更明亮。我的感情不变，爱你直到永远，这是肺腑之言。阿妹阿妹，只是笨假装，我气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阿妹阿妹，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虽然我没汽车洋房，吃得出茶有淡饭，只要你肯陪我作伴，把你白白又胖胖。还喜欢吗？这首你们也会的。哗啦啦啦的下雨了，看到大家嘛都在跑，把
把大把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连什么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见你有躲有跑。太累了，连笑的人都不敢逃。无奈何望着天，叹气把头摇，叹气把头摇，叹气把头摇。谢谢，谢谢陪我合唱，谢谢，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可以接下来，大哥，天平你好，大哥好，大哥好，你好，欢迎曹大哥。你好，你好，好。哇，唱得很棒哎，好有魅力哦。然后呢 ，Hello， 然后线上的朋友也说久违了，久违了。是的，好多线上的朋友都在给您留言。哇，真的蛮好，谢谢。刚我查阅了一下，原来你参加豆哥竞艺的时候，你才16岁啊。对，那个时候不素哎。1984年，84年来考名的 Max， 我现在几岁？哦，10年前的事情而已啦。啊，嗯，你很善良。所以你看，会唱就是会唱哦。然后一开口的时候，哇，首首刘文正的歌曲呢，真的带大家呢进入这个时光隧道。是，而且刚刚一走出来，哇，那个青春活力呀！对呀，你应该是离6不远了吧？离6，我是1968年的，我属猴的。啊，对，28岁啦，对啦，28岁出来，对，28岁，谢谢你，还是很有青春活力哈。那么最近这几年来，你都在做些什么？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离开电视圈，我就没有涉及任何的拍摄工作，因为我觉得拍够了。我去读书了，我就开了我的自己的制作公司，然后我在带团。所以可能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你的团友啊，曾经跟过你去世界各地，你拍他干嘛？你有听到吗？人家说人家都拍够了，你拍够了吗？还拍不够啊！神经病啊你！啊，神经病！所以呢，很多朋友啊都有曾经的看过你的这个演技啦。问你唱歌，所以唱歌跟演戏，你还是比较喜欢，还是最喜欢带团？其实我唱歌我是非常喜欢的，很好哎，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哦，有一次我在一个宜康的那个Econ Minima 外面，对，听到一位我的好朋友，一个大哥在唱歌，一个偶像，我才7、8岁吧。哦，然后我听到大哥唱歌，我大哥我记得那时你唱什么歌？什么歌？你唱一首旧歌，《古月照京城》还是什么？古月，哦，对，所以被感染了，就启发了你。对，我觉得大哥是我的榜样啊。所以我们有，因为大哥很厉害，对不对？厉害！啊，掌声！我们有缘分哈，若干年后在同一个舞台再结这个台缘哈。对。OK， 那今天非常感谢你肯答应来表演。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哥。啊，接下来有没有一首很有意义的歌送给现场的来宾呢？因为我看到现场很多都是姐姐妈妈，所以我想唱这首歌来怀念，让你们怀念这首旧歌。我蛮喜欢的一个故人的旧歌，叫做陈百强的《念親恩》，聽過嗎？廣東歌啊！廣東歌你又唔又講鬼故廣東話俾大家？其實咧，我係廣東人嚟嘅，但係我講個廣東話就唔正。哇，你厲害咧！他講這種外星語，你還聽得懂哎？哇，好靚喎，靚仔！我的廣東話有進步。我以為你的廣東話只有太空人都會聽得懂。好，嚟欣賞呢首《念親恩》。多謝。好，多謝。謝謝，謝謝。長夜空虛使我為舊事，明月落相對連母親，父母親愛心有閃像碧月，
懷念真不被忘禁。長夜空虛使我為舊事，遙遠路碧海是我心。父母親愛心有線像碧月，常在心裏萬何日報。親恩應該報，應該識取孝道。唯獨我離別，步伐為身旁，輕彈曲韻夢中送。長夜空虛心冷夜半夜，遙路遠碧海是我心。父母親愛心有閃像碧月，常在心裏萬何日報。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建平，希望大家开心啊，快乐，健康每一天，谢谢，谢谢。耶，活出自我，活出精彩。谢谢曹建平先生。哎虽然呢有这个架势哈，啊，你们开心吗？喜欢今天的节目吗？谢谢，有开心就好。哎，最重要是大家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因为我接着下来要呼吁大家的，等一下帮我们做一个反馈。反馈很简单，同样的会给你们 ice cream stick， 你们投进箱子就可以了。今天的问题哈会比以往的多一点点，我们将会问你们几道问题，比如说 Number 1， 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的年龄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对我们节目的满意度从1到5，你会给我们几分？希望大家通通给我们5分。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艺术跟文化的活动？是还是不是？你是不是使用文化通行证来购买这一次的演出门票？是或不是？你应该会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在 SCCC 和其他场地主办的艺术和文化活动。1到5， 5是非常非常应该会使用的几率是最高的，1使用的几率是最低的。所以你看，你们要放1、2、3、4还是5？第7个问题，用完文化通行证，我还是会继续支持参加艺术跟文化活动，是或不是？接着还有，你认为刚刚短剧中所分享的防诈骗讯息对你有用吗？有或没有？你跟你的家人会不会分享防诈骗的讯息？会还是不会？还有，在不确定是否是诈骗的情况下，你知道你可以拨打全天24小时的 Scam Show 援助热线1799查询吗？知道或不知道，通通帮我放知道。好的，那我们在下一场的演出将在我们10月29日的中午12点半，以及我们下午4点有2场哦。我们现场还有票哦，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柜台马上去购买。是的，下一个月我们的4位艺人呢都是播音人。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海报。哇，哇，有
有美的，有帅的哈，每个哎讲华语是讲到非常非常圣安、坚文、哇，地利第一还有思思源源，会打架吗？这4个不同的电台哦，很难得的。哇，很难得哎，应该很少看到，不可能看得到哎。 4位再加上我们3位，哇，够力我了！们也都是电台。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哦，给我们多多的支持。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先不要离开，还有一首歌要献给大家的。是的，我们要跟线上的朋友也一起来合唱，呀欢迎我们所有的演出人员。欢迎杜恩杜恩惠惠、岳千灵，曹建平，再次欢迎。给大家演唱这首《月儿像 Lemon》。大家一起唱好不好？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感恩有你。月儿像柠檬，蓝蓝的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 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纷，陪伴着你我月色迷迷蒙蒙，多情爱雨匆匆，轻轻耳边送。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明眸一般月色中。左边的朋友，掌声！中间的掌声！右边的，耶！月儿像柠檬，像柠檬怎么样？黄黄的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就像是鱼儿在闯游海中，两旁的叶子舒适爱浪匆匆，多逍遥。其乐融融，多么情意重。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明眸一般月色中。大家中秋佳节团团圆圆，美满幸福。 10月29号，我们期待再相会，欢喜来唱歌，越高又快乐。我们的顶楼还有一些拍照区，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去顶楼看看哦，拍照。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张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
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托，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长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